韓國綜藝女王朴娜萊嘅職場霸凌爭議喺3號曝光驚人內幕，前經理人指控佢喺車廂後座同男性發生親密行為，而前座嘅工作人員被逼全程目擊，仲差啲就造成車禍。根據韓媒 Channel A 報道，前經理人向勞動部門提交嘅陳情書詳細描述，話朴娜萊喺行駛中嘅車廂後座進行特定親密行為，前座人員無法逃避，控訴構成視覺同聽覺暴力，簡直係職場霸凌。仲話朴娜萊多次踢駕駛座椅背，搞到劇烈晃動，差啲釀成連環車禍，令開車嘅經理人覺得好驚。呢件事只係朴娜萊近期醜聞嘅冰山一角。前經理人指控佢長期耍大牌，包括唔俾工作費用同埋強迫下屬代開處方藥，甚至接受非法醫療服務。雙方而家已經開始法律戰。前經理人向法院申請對朴娜萊喺梨泰院價值約1億韓元嘅房產進行假扣押。朴娜萊方面就反控前經理人恐嚇勒索同埋業務侵佔。據了解，同佢有關嘅訴訟已經多達7宗。朴娜萊嘅形象完全崩塌，佢已經宣布全面中斷演藝活動，退出我獨自生活、驚人的星期六等人氣節目。佢公開道歉，話唔想造成其他人負擔，會透過法律程序釐清真相。